多謝陳勇議員。狄志遠議員。我就唔係想深入討論嘅。頭先我哋嘅主席小組主席報告咗咧，我哋兩個方面咧，第一係公平公正一個選舉原則啦。咁呢個我相信大家好有信心，香港嘅選舉都係一個比較公平公正。第二方面咧就係關於個效率啊。咁啊，我印象中或者我自己期望當中咧，喺個效率方面咧，一定要走向電子化嘅。因為今時今日我哋香港作為一個創科嘅一個城市，連我哋投票個電子化都未好成熟，同埋咧好多時都甩碌啊！個問題就係咁樣。主席，我真係好要求咧，因為局長咧當時嚟討論嘅時候咧，佢應承咗喺方面發展，同埋咧會有啲進展咧，盡快做。好唔好啊？主席，我都建議呢個議題咧，即係我哋要跟進個小組啲嘢咧。呢個我其中認為係重點嘅一個議題。主席，如果你覺得係適合咧安排一啲議程咧，希望就局長啦或者政府方面咧交代翻點樣係完善翻嗰個電子化個投票同埋日後啲管理工作。主席，多謝。就每人4分鐘，連問連答。第一位，狄志遠議員。多謝主席。或者我首先想表個態先。喺香港推動國民教育最爭議嘅時候咧，我都係支持即係香港要行國民教育，因為香港人要認識祖國啦，對國家有歸屬感，甚至有自豪感嘅。但係我睇到近年政府推動國民教育啊、國情教育咧，可以話係雷厲風行啦。以學校學生為例，我哋又有頭先講嘅憲法啊、基本法啊、法治教育，又有國家安全嘅教育，有國民身份認同嘅教育。主席，下一次我哋仲有愛國主義嘅教育，咁多個教育同一時間推俾我哋嘅學生或者我哋年青人，甚至我哋社會。我有啲擔心咧，會唔會係即係有個量就冇個質，即係做晒嘅嘢。咁再加上就係大家就消化不良，從而咧就係過猶不及。即係我擔心咧係做唔好件事啊！你活動好多，你頭先都介紹過。咁所以譬如更加有個位咧，就我覺得幾奇怪咧，就係幼稚園都搞國家安全嘅教育。即係我心諗。我孫啦讀幼稚園咧，佢家居安全都搞唔掂啦。你同佢講國家安全係咪配合嘅一個同一個水平嘅一個即係大家嘅討論嘅一個題目咧咁樣？咁所以即係可唔可以都詳細解説下？而家我哋推咁多類型嘅國情教育同國民教育，你哋係點樣管理到好件事？除咗你有制度、有機制去點樣安排之外，喺嗰個效果，你點樣評估同埋點樣達到個真正係可以有效嘅即係國情教育嘅地方啦？最低個問題咧就喺基本法裏邊，即係我一直都好關心嗰個即係政制發展啦。即係我哋基本法説明咧，我哋立法會同埋特首都係由直選產生嘅。咁但係呢件事情咧，就大家都冇乜點討論啦。過往都有啲時間表啊，或者啲路線圖啦。咁而家就政府就擺埋一邊啦。咁好啦，當有學生或者有青年人問：喂，基本法話明有雙普選㗎喎，你有咩建議可以據說服到我哋啲學生或者啲年青人，認為我哋仍有信心堅持咧，我哋香港係邁向雙普選咧？多謝主席。兩個問題。好，局長。好多謝，亦都多謝阿狄議員嘅提問。咁一陣間咧喺教育局嘅同事補充之前咧，咁我想答一答先嘅。咁第一樣嘢就答咗第二條先啦。咁關於嗰個雙普選，正如阿狄議員亦都講啦，咁亦呢個寫咗喺呢個基本法裏邊嘅。咁但係咧我哋完善選舉制度，跟住舊年完善埋地區治理，即係其實呢一個亦都係啱啱喺呢3-2年之間發生嘅事情嚟嘅啫。咁所以咧嗰樣嘢寫咗裏邊，我哋冇忘記到。咁但係咧，我哋啱啱呢一個改動，其實改動亦都相當大，牽涉到立法會、特區、首長同埋呢一個區議會嘅選舉，咁都係啱啱嘅改變。咁我哋都要睇下佢嗰個運作。我哋稍後咧，我哋亦都會係睇住嗰個嘅發展咧嚟到去考慮跟住落嚟嗰個政制發展應該係點樣嘅。咁呢個第二個問題。咁至翻第一個問題咧，喺教育局嘅同事補充之前咧，即係我又想講，其實即係對於嗰個喺學校裏邊嘅愛國主義教育又好，或者係國民教育又好，頭先阿狄議員提過。首先好多謝亦都認同，其實我哋做嘅功夫係多嘅。咁但係就正就因為以往我哋做嘅功夫咧，似乎就唔係好到啦。咁所以就出現咗啲嘅情況，所以我哋咧就先至要去喺呢方面加強
國家安全教育也好，或者其他國情教育也好。咁所以我哋就係唔單止係重量，亦都係要重質嘅。咁或者喺呢方面嗰個嘅安排，或者請教育局嘅同事再講講下。唔該晒。羅女士。係，唔該主席，唔該議員嘅提問係啦。咁我哋教育局咧再喺推行國民教育方面咧，無論係國安教育啦、愛國主義教育啦，我哋咧都係用我哋行之有效嘅方法去支援學校去推行嘅，就包括係有機結合啦、自然聯繫、多元策略、互相配合、課堂內外全校參與嘅方式，咁係支援學校去用全校參與嘅方式喺課堂裏內外咧有系統咁樣規劃同埋推行國民教育嘅。咁我哋會提供指引啦、課程指引啦、發展學校嘅學與教資源，同埋提供教師嘅培訓，亦都為學生全方位學習活動。咁正如我正話所講啦，可能時間有限，但係咧我哋係最重要咧係教師係明白係用自然聯繫佢嘅課堂嘅教學，就唔係一啲好額外好多特別嘅新加嘅課程資料去教嘅。咁我哋只不過喺我哋現有嘅課程再有機結合咁樣去推一啲國民教育、國安教育或者係愛國主義教育嘅內容嘅。咁我簡單答到呢度先，唔該晒。